杜仲，千年補腎強筋木。古時候有個後生仔叫李厚孝，好孝順。為咗醫治阿媽嘅病，佢一個人膽粗粗咁走上險峻嘅華山去揾草藥。但係華山路滑又險，李厚孝一個唔小心就失足跌咗落山崖。好彩跌喺樹叢上，執返條命，但係條腰就傷咗，痛到企唔起身。就喺佢又痛又驚嘅時候，朦朧之間見到一位學法童顏嘅老人家，唔知幾時已經企咗喺佢身邊。只見老人家行去旁邊一棵樹度，剝咗一塊樹皮，截斷，竟然拉出好多銀光閃閃、韌韌地嘅絲。老人家將啲樹皮絲塞入隨身帶住嘅小葫蘆裏頭，搖咗幾搖，就跟住餵俾李厚孝飲。好神奇，飲落肚冇幾耐，腰間嘅劇痛居然迅速消退，甚至可以慢慢坐起身嚟。李厚孝千恩萬謝，問恩公高姓大名。老人家指住棵樹，吟咗4句詩：此木土裏長，人中亦平常。夫危驅病魔，何須把名揚。恩公吟完詩就走咗，李厚孝返到屋企，成日記住呢幾句話。為咗報恩同幫更多人，佢一次次返到棵樹下，反復諗呢首詩到底係咩意思。終於俾佢諗通啦。此木加土係個杜字，人家中係個仲字，原來呢棵神樹就叫杜仲，專治腰傷。佢急急忙忙剝咗啲樹皮翻穿，分俾有腰腿痛嘅鄉親，真係藥到病除。就咁，杜仲補腎治腰痛嘅故事就一代傳一代淡流傳開嚟啦。杜仲酒，宋代蘇軾。聞周茂肅宗前重九登山小酌杜仲酒而作。蘇軾與友人在重陽節登山，飲用的正是用杜仲浸泡的藥酒，可見當時杜仲已作為養生佳品融入文人生活。擬杜仲，唐代韋英物，探竅主石，擬之食術。擬即服食之意。詩中生動描繪了採集、炮製、煎煮杜仲並服用的過程，是古人藥食同源思想的體現。今日我哋整一道經典嘅補腎養生膳——杜仲燉豬腰。材料：豬腰1副，杜仲15克，核桃仁15克，生薑3片，紅棗3至4枚，去核，清水適量，食鹽少許。首先，豬腰要徹底清洗乾淨，去掉入面白色嘅鬚線，然後切花刀，用清水浸泡一陣，或者用滾水焯一下，去除異味。杜仲片最好用之前稍微除鬆少少，等佢嘅有效成分更容易釋出嚟。跟住將所有材料豬腰、杜仲、核桃、薑片、紅棗一齊放入燉盅裏面，然後加入適量嘅清水，水量要浸過所有材料。蓋反實個蓋，準備隔水燉。準備一個大鍋，入面放水燒熱，然後將燉盅放落去，用隔水燉嘅方法。先用大火將鍋裏嘅水滾起，然後轉細火，慢慢燉佢2至3個小時左右。燉到差唔多，可以根據個人口味加少少鹽調味，咁就完成啦。呢道杜仲燉豬腰，湯味醇厚，有補腎強腰、益精養血嘅功效，特別適合腰膝酸軟、容易疲倦嘅人士。不過要記住，
感冒發熱或者係陰虛火旺嘅人就唔好食住啦。同學仔未完噶，繼續話你知。我哋成日講到種呢味藥，其實成棵杜仲樹都係寶，一齊嚟認識下啦。藥用嘅主力係樹皮，優質杜仲皮厚塊大，內面紫褐色，折斷時有豐富嘅銀白色膠絲，呢啲膠絲同藥效息息相關。杜仲葉近代好受關注，研究發現佢有同樹皮相似嘅部分成分，所以而家常用來製成保健茶，幫助調理身體。杜仲嘅果實叫刺果，生得似翅膀，靠風傳播種子。雖然唔直接入藥，但係佢繁衍下一代嘅關鍵。拉出嚟嘅銀絲就係杜仲膠，一種天然高分子材料，古時用來黏合、防水，現代工業同科研都對佢好有興趣。生杜仲偏燥，補肝腎、強筋骨嘅力度足，但有啲人會覺得稍嫌溫燥，點算？古人好聰明，發明咗鹽炒呢個方法。經過鹽炒之後，杜仲會變得更脆，更容易煎出藥味，而且鹽味鹹，鹹入腎，可以引藥力直達腎經，增強補腎強腰嘅功效，藥性都更溫和。你睇下，杜仲嘅膠絲拉極都唔斷，係咪好似人體嘅筋絡同韌帶？中醫講以形補形，取象比類，所以佢自古就被認為係強健筋骨、修復損傷嘅良藥。古人用杜仲來補腰腎，就好似幫人體加固腰帶。現代呢，杜仲膠嘅研究甚至啟發咗新型橡膠材料嘅開發，未來可能用喺飛機輪胎或者醫療器械上，真正係由內到外都係寶。由樹皮到葉，由果實到膠絲，由古老藥方到現代科研，杜仲呢棵寶樹完美體現咗中藥物盡其用嘅智慧同大自然饋贈嘅神奇。認識佢就係傳承嘅開始。現代藥理研究發現，杜仲嘅補腎、強筋骨、降血壓等功效，同佢含有嘅多種活性成分有關。例如呢個松脂醇二葡萄糖苷，就被證實係降血壓同促進骨細胞生長嘅關鍵成分之一。杜仲雖好，但唔係個個都啱用，記住啦，陰虛火旺、手腳心發熱、口乾舌燥嘅人，同埋感冒發燒、有實熱炎症嘅時候，都唔好服用。另外，杜仲有降低血壓嘅作用，本身血壓偏低或者正在食降壓藥嘅朋友，用之前一定要諮詢中醫師。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，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。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，唔該一定要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係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？